请问台湾上悬的树仔有84.1公尺，伊的外号叫做大安溪倚天剑。伊吼嘛是即马东亚的第一悬的树丛，伊是伫咧苗栗甲什么县市的交界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哇，苗栗个倒位哦？苗栗，嘿，苗栗嘛，嘿，下卡是啥我？下骹甲顶悬，嘿，对啊，吼，就是交界。下卡甲顶悬，我台东。想啊，台中。来，咱来看台中对唔对？啊，这条题目的答案吼，你若看到大安溪吼，应该就又会对啦，因为大安溪就是伫台中啦。啊，对啊。啊，这拄啊好有足侪大丛的树啊啦，啊，这丛足悬的，所以拄啊好就是伫个这个苗栗甲台中的交界。